早晨，太普自救会团促进会也2篇的人路上台北来澄清，一篇呼吁政府爱遵守也个人物保留的言论，另一篇支持苗栗县政府执行公强烈去强制拆除。第二个澄清的过程当中，中药房的头家娘彭秀春已谈到卢卡本人强制拆除，是分黑送去医院急救。早晨10点人，直到苗栗县政府用当地警力来劫富太险的机器而去插屋，快逃后的澄清民众是想要中日总统府就由警方来去。其中6家本人拆退的中药房5主任彭秀春，韩国因为踢击痛分踢送去医院急救。我觉得政府他还是要跟人民沟通，不能够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我们是法治国家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哪一个地方政府爱拆就可以拆，对不对？快逃头前，民众动机统一澄清，立法院杜方没有目标用的上，苗栗县议会议长带电为几百个支持台普开发案的当地里面还有议员来支持苗栗县政府走法行政。就给县政府表扬执行公权力嘅事情，我哋议会站在监督县政府的情况之下，我哋要全部公正行事，依法行政，做对的事情，我哋议会一定支持。主理双方支持的人都去澄清的同时，苗栗县政府当局的去插屋，不过按用的行通合乎社会正义，还有政府诚信的原则么，听说还会引起动态的议论。大家新闻综合报道。